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冬季炒幣嘅 YouTube 頻道。今日係6月14號，我評估翻上半個月成個6月嘅走勢係相當險要㗎。無論係急升定係急跌都好啦，都令到好多投資者啦，包括其實喺好多新聞啦，又或者一啲趣聞入邊咧，會睇到好多鯨魚，亦都係損手爛腳嘅。OK，因為喺最近呢一個行情入邊咧，其實係充滿住好多嘅不確定性嘅嚇，所以咧，如果咁多位可能喺呢個月入邊嘅表現其實唔理想嘅話咧，我會覺得係一個好正常嘅現象嚟嘅。例如我今日咧，其實最緊要係想同大家去睇清翻喺呢個咁亂嘅波動入邊啦，究竟我哋應該點樣去做嚇？點樣先可以喺幣圈入邊咧長久做一個生存指南啊？嗱，我哋睇翻日線方面啦，其實咧佢嘅大升大跌啦，係由5月23號開始嘅。大家留意翻喺5月23號之後咧，比特幣喺呢20日入邊咧係充滿住好多唔同嘅消息，例如係關稅戰啦，跟住 Elon Musk 同埋特朗普就鬧交啦。跟住再去到前一兩日就係中東戰爭啦，係咪可能未來會有後續都唔出奇嘅嚇，所以面對住呢個咁多不確定性因素嘅市場咧，我哋係無從入手嘅嚇，因為大家係唔會知道個消息係幾時會發生嚇，可能喺你瞓緊覺嘅時候無啦啦就出現嗱，呢一個咧就係幣圈嚇，所以喺呢個時候咧，我要提醒咁多位啦，如果係期貨嘅朋友係，因為我自己都係炒期貨嘅。嗱，首先第一樣嘢就係咧，如果消息嘅出現，基本上咧已經係有90%係會影響到呢個市場嘅走勢嘅嚇，即係可能原本係一個好靚嘅上升趨勢啦，我假設佢都會無啦啦因為一個消息咧就跌咗落嚟嚇，即係可能呢個趨勢亦都係因為中東戰爭咧就嘅爆發，所以令到比特幣短期之內可能喺3日入邊出現一個好大幅度嘅回調嗱，你大家可以諗下，喺3日入邊由11萬跌到咗10.2500蚊，咁呢個係咪一個正常嘅現象咧？唔係嘅。OK，如果我哋比較翻美股啦，大家可以睇翻美股，其實嗱，可能佢都有跌，但其實佢跌得好穩定嘅。佢同比特幣嗰個分別就係咧，喺股票市場入邊，因為佢哋嗰個成交量太大啦。所以咧，如果係令到美股都大跌嘅話，呢個消息一定係非常之震撼嘅。但係有時候咧，個消息層面咧未去到好震撼，已經可以令到加密貨幣出現一個好大嘅回調。而美股咧就相反可能冇咁勁嘅。咁呢個其實都係加密貨幣嗰個特性嚟嘅。咁原因就係因為咧，其實加密貨幣嗰個期貨倉位咧係可以去到好誇張。OK， 即係話喺呢個市場入邊有好多人咧係炒緊期貨嘅嚇，我哋可以睇翻成個清算地圖入邊咧，我假設喺10.63萬附近咧，已經係有213 million 嘅空單清算嘅，咁仲未計其他位置加埋咧，其實有好多億喺度嘅。OK， 所以點解市場會成日波動性咁強咧？就係呢個咁嘅原因嘅嚇。咁究竟喺呢個市場入邊點樣做咧？嗱，其實第一樣嘢，我哋要判斷好市場嗰個趨勢。市場嘅趨勢係比所有嘢更加重要嘅嚇。即係例如，OK， 如果假設喺一個冇消息嘅情況之下，咁我哋就要睇啦，究竟市場走緊一個咩走勢咧？嗱，例如係呢個4小時入邊。由10.03萬蚊開始啦，大家會望到呢度係一條上升趨勢線嘅，係咪？咁而喺上升趨勢線咧，就即係代表緊市場係向上升為主嘅，以買比特幣嘅力量為主。咁喺呢個時間，如果你能夠成功判斷嘅話咧，其實你就要揾個位置去做多啦。OK，咁如果你做多嘅話，其實你嘅贏面係會非常之大嘅。咁另外，當佢跌穿嘅時候咧，就開始考慮做空啦，係嘛？咁但係我哋要去留意就係佢幾時跌穿轉趨勢，又或者係幾時重新翻一個上升趨勢。即係好似以依家為例啦。我睇翻1小時嗱，我哋如果去判斷市場嘅收復咧，其實1小時都好幫到我哋嘅嗱。即係例如我短期之內咧就畫咗一個上升趨勢線，即係話就代表可能市場真係開始收復咯，除非佢跌穿呢一條短期嘅上升趨勢線，咁啊有可能係代表再次跌穿啦。咁大家都會望到其實喺過去咧，通常喺收復咧，佢喺底部可能原本係一個好大嘅拋售成交量，突然之間出現咗一條好勁嘅6K啦，然後就不斷咁向上啦。嗱，所以其實短期之內咧都有機會係一個向上收復嘅行情，都唔出奇嘅。
OK，咁所以其實我會同大家講趨勢咧，對於我哋呢個市場好緊要嘅。咁其實 ETF 都係一個幫助我哋判斷趨勢嘅工具嚟嘅。OK，我哋都想睇下就係機構嘅資金究竟佢係選擇流入啊，定係流出比特幣嘅。咁但係呢樣嘢有少少後知後覺，因為喺佢開始嘅時候咧，我哋好難會知道即時嘅數據嘅。咁嗱，如果我睇翻其實喺尋日咧，市場喺面對住一個利空消息嘅出現，其實 ETF 咧最後都係有流入翻去買比特幣嘅喎。咁即係會唔會代表喺未來嘅趨勢入邊，可能市場都係會選擇相信比特幣去購買佢嘅現貨 ETF 咧，係有機會出現嘅。OK，所以其實啱啱講到話生存指南就係第一，你要判斷好個趨勢。係如果反轉趨勢，你都要識得睇嘅。好啦，第二樣嘢就係啦，嗱，因為咧其實咧加密貨幣咧咁就有好多唔同嘅槓桿啦，係嘛？咁我哋有啲朋友嘅槓桿會比較大嘅，咁呢樣嘢係要小心啲嘅。OK，因為始終喺期貨嘅市場入邊，除咗係有消息影響之外咧，其實都係會有莊家嘅惡意操作嘅，即係可能喺一個冇消息嘅情況之下咧，都係會突然之間咧就有一個反轉趨勢嘅局面嘅。所以喺呢個時候咧，最緊要 OK 係要設定好止盈止損。止損嘅話就係代表緊市場，原來係向住我反轉嘅趨勢去走嘅。咁呢樣嘢都係無可奈何嘅，因為市場咧係冇一個長勝將軍。OK， 可能你會好想話10張單贏晒10張單，或者話8張單都好啊，係嘛？咁但係你諗下喺呢個6月嘅市場，就連鯨魚都係會損手爛腳嘅。OK，咁我記得有一位好出名嘅鯨魚咧，喺呢個6月輸咗成最少1億美元啊。OK，所以其實人生真係好無常嘅。OK， 喺呢個市場入邊咧，即係最多嘅就係不確定性，而我哋最緊要咧就係冷靜。OK， 咁如果喺一個啱啱講咗短期趨勢啦，其實如果我哋由短期趨勢開始去睇翻，跟住去到慢慢睇長期趨勢啦，你會望到喺4小時入邊咧，最近呢幾個4小時都開始有一個收復嘅局面嘅。即係我哋以呢個大跌嘅紅 K 為例，你會見到呢個收咗支針啦，然後就開始出現綠 K 啦。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收復嘅嗰個跡象嚟嘅。OK， 所以其實市場係有機會開始慢慢咁上翻去嘅。OK， 而第一個阻力位咧將會係喺10,08,500蚊。咁呢度咧係下跌嘅起點。OK， 咁然後下一步咧就會去翻呢個3針探頂嘅區域，咁就11,600蚊附近，同時都係日線嘅上軌附近嘅。其實呢一刻，如果大家係保守啲嘅話咧，係可以試下炒日線嘅。因為日線嘅布林線咧，如果三軌平衡係一個好經典嘅橫盤嚟嘅，即係話市場咧未必會走突破趨勢，而係走一個喺呢個區間入邊震盪嘅趨勢。咁就可以咧根據翻支撐阻力去做一個判斷。咁其實咧，尋日就諗住喺10萬蚊度入場啦。咁但係佢最尾咧就喺10,2,500蚊附近咧就開始有一個收復跡象，最尾落唔到去嘅。咁唔緊要，我哋可以繼續靜待時機嘅，即係好似喺短期趨勢入邊都有少少機會俾我哋去入場嘅。咁呢個就梗係要再睇啦，係咪？好啦，以太幣方面啦，以太幣同樣喺日線咧都係一個三軌平衡。所以咧其實佢都係走緊一個平衡趨勢嘅。至於佢喺上方2,870蚊附近咧，其實個阻力係有嘅，因為比特幣佢唔夠力突破，所以就算以太幣點樣升都好啦，佢始終升唔穿呢一個阻力位，都係同比特幣走緊一個好相似嘅行情嘅。咁但係唯一一樣比較特別嘅就係咧，以太幣嘅流入咧係多過比特幣。所以其實咧，以太幣喺後半年啦，或者係未至於話一潭死水嘅。喺可能喺高位會繼續去慢慢做緊一個橫盤都唔出奇。咁咧，其實橫盤就有橫盤嘅做法嘅。咁至於詳情，例如係新嘅炒幣方法，咁我都會應用翻喺新嘅會員店入邊嘅。OK， 好啦，咁今日嘅分析就去到呢度啦。我哋下星期一再見啦，拜拜。